教會各級的這恩怨，求主賜全人類獲享和平與真正的和諧，求主敬禮我們誠心侍奉他，求主以人充足的這次人生上的水，求主的聖世聖事賜給這些得選者在生的恩寵。耶穌生活天主之子，基督求你護庇我們，基督求你再還我們。而家主禮神父會祝福洗禮用嘅水，請教友面向聖洗池或者觀看熒光幕禮儀書嘅第32頁。Blessing of the water, page 152。全能為神的天主，求你親臨你俾這位大愛情的善事，便拜顯兒子之神，賜蒙你召選，在這世禮垂傳人生的人，重新受造，成為新的子民，而我們以謙卑之心所舉行的奧蹟，依賴你的大能，產生圓滿的效果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垂聽我哋祈禱。阿們。請大家祈禱。天主，在善事的表記中，你百無見的能力，產生奇妙的功效。你創造了水，賦予它多種功能，顯示洗禮的恩寵。天主，你創造之初，你的聖神曾運行於大水之上，使這天然的水孕育出自發的能力。天主，你曾傾出洪水，洗滌世界的罪污，以致重生。你絕同一水的奧蹟，消滅罪惡，開展人的聖潔生活。天主，你是亞巴郎的子孫，剛強走過海，擺脫了法老的奴役。你這被解救的民族，已是由洗禮所產生的子民。天主，你的聖子在約旦河的水裏接受若望的洗禮，以及全神的傅油。當他懸在十字架上時，血和水從他額旁流出。他俯頭吩咐門徒說：你們要去奮鬥萬行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施洗。天主，求你垂視你的教會，給他開啟洗禮的水泉，願聖神向這些水傾注你唯一聖子的恩寵，是按照你的肖像所創造的人，在善洗善事中剔除往日生活的
污穢，由水及善神隨身，成為你生生的子女。上主便是神的德行，願你直指中望這水泉，是誰有是世例歸於四門，而基督同從結失的人，他與基督一起復活，得生生。他和你及善神是為天主，永生永王。水泉水泉，請讚美上主，歌頌稱揚他，直到永遠。以下嘅部分，我哋將會同後世者一同棄絕罪惡，以及宣認信仰。各位後世者，以及各位已經受洗的兄弟姊妹，現在讓我們一起宣明棄絕罪惡及跟隨基督的決心，為得向天主之內的自由生活，你們棄絕罪惡嗎？棄絕。為脫離罪惡的遭觸，你們棄絕邪惡的誘惑嗎？棄絕。你們棄絕萬害之源的魔鬼嗎？棄絕。各位後世者以及各位已經受洗的兄弟姊妹，現在讓我們一同宣認基督的信仰，並莊重地接守這萬世。你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嗎？我信。你們信耶穌基督，天主父的獨生子，我們的主，他由童貞瑪利亞誕生，受難致死，被埋葬，從死者中復活，現今在天父的右邊嗎？我信。你們信聖神，是義公教會，諸聖的相通，罪過的赦免，肉身的復活和永生嗎？我信。請坐。而家將會進行聖洗聖事，大家請留喺座位觀看熒光幕。本堂已經有工作人員會進行攝影，大家請唔好到聖水池旁拍照，以免阻礙聖洗聖事嘅進行。聖
由於今晚有3位小朋友領洗，所以神父同執事會先為佢哋進行傅油禮。Now the priest will help the child once he was christened. 全能的天主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父，藉水和聖神重生了你們，也赦免了你們的一切罪惡。現在他更為你們付上救恩之油，你們亦已加入他子民的行列，正如基督接受傅油，成為司祭、先知和王者。願你們也常作他的肢體，直到永生。阿們。而家主禮神父同執事將會舉行受白衣嘅儀式。Clothing with the baptismal garment。各位新教友，你們受洗歸於基督的，就是尊上了基督，是為新的受造物。你們現在亦穿上潔白的衣服，就要保持純潔無瑕，直到達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審判座前，而活返永生。而家將會舉行授予燭光嘅儀式。而家將會舉行授予燭光嘅儀式。各位同學，請上前基督之光，願係給新教友。
你們企在基督內，成為光明，就要生活得如同光明之子，並常保存着常德的火焰，直到基督再來時，能和所有聖人一起迎接基督落在天。